晚会的主持人，我叫尚元，很高兴在今天晚上能够看到每位同学来参加。那我们在我们晚会开始之前呢，我们要邀请大家来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呢叫做原来我们是默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游戏你要去找跟你就是他也有的，你也有，然后你找他签名。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规则。我们的规则在我们的投影页这边。这个游戏呢很简单，你只能去找你第一次见面的，所以坐在你旁边你带来的朋友绝对是不是签名的人。好，懂意思哦。所以你至少要到隔壁桌，到你隔壁桌去找你朋友。第二个呢，那一个人一次只能签一个名，所以在你的桌上有粉红色的这一张，会有9个。所以你至少要去找9个人签名 ，OK？ 再讲一次哦，你只能找你第一次见面，所以我没有看过的那一个人，我才能去找他。那第二个呢，一格就只能找一个人签名。第3呢，我们前10名有送一份礼物，那要怎么样分呢？就是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如果你签完了，你就来到台上。来到台上第一个人，那就是第2名；第2个人就第2名，这样子。不过还会考试，就会看说，如果不是真的，如果签了2个同样的，那就是不行了，就抱歉这样子。所以我们取前10名，我们都有送一份精美的礼物。好，那大家呢？因为我们场地实在有一点点拥挤，所以可能在前面这个部分，然后在旁边，在走的时候不要太激动。我们就是很优雅的走过去，然后如果你离开你的座位，请把你的椅子靠上。那我来举例几个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读同样的学校，不一定你现在就读的，你可以是国小、国中、高中都可以去问。比如说，我是读西门国小的，有没有西门国小同学在哪里？在那边，对，很好，那就可以去找他签，对。不一定，我现在已经就是没有读书了，可是我读过西门国小，我有考西门国小。那如果可能最右下角那个喜欢大自然，你可能我不喜欢大自然，好吧，那就找那个不喜欢跟你一样不喜欢的人，就去找他签。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计时3分钟，然后你桌上都有一支笔，然后那个都是有试过的，那一定都有水，所以你可以稍微画一下。然后都可以用。那我们现在呢，计时3分钟，开始。好，去找你的朋友，第一次见面的哦，如果那些太害羞坐在椅子上的，我们就可以移动的开始找他。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如果你签完9个了，可以上来找我。注意一下有没有那个 B 型的，各位帮我写一下好不好？有那个 B 型的，血型 B 型的。这就是一个绝招哦，这是绝招。有没有谁排老2的啊？来前面去谁啊？喜欢动物的，喜欢喝50兰的，赶快去找他，快点！
请一次，请找第一次见面的，请找第一次见面的。所以廖焕君，你会有谢菜，内心不值得。我们见过好几次面，你怎么可以叫我签呢？第一次见面的，记得哦，第一次见面的哦。谁喜欢走路？我喜欢走路哦。我最喜欢走路，来请我先走路。有没有人喜欢喝85度 C 的？来，要去找第一次喽！现在我可以上来找我，你被我陷害了。哎，动作有点慢哦，加油加油加油！快喜欢吃香蕉了，枣红薯浆。谢谢，来快点，999，我们说12名，10、11，快还有你，快还有你，快点，还差1名，快点，赶来，就你赶来，对，好，我们要掌声恭喜台大12位同学，恭喜你们，好，可是呢，好，我们现在请回座，OK。好哦，这个活动实在太刺激了，也让你认识了不少朋友。好，那我们第一名呢是我们的何雨辰，是我们的雨林的妹妹，对不对？是雨林带来的，恭喜她第一名。好，不过我们还是要通过一点考验，我们来通过一点考验。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不认识也可以签嘛，所以张佩瑜在哪里？你喜欢大自然吗？你确定？你1个礼拜出去玩几次？哦，不一定哦。好啦 ，OK。那你家里有养宠物吗？赖家？没有。你家有吗？也没有，那没错。好，我们恭喜雨辰是第一名。OK。那我们找第5名杰恩。好，第5名。OK。好，都是新朋友，那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他都找到新朋友。好 ，OK。来问他喜欢吃什么水果？
刘佳宇，你喜欢吃什么水果？你喜欢吃什么水果啊？好，苹果，没错，给个掌声。啊，不错不错。好，那再考一个，等下再考一个哦。子瑜，你跟他读一样学校那一间？你跟杰恩呢？你不是帮他签吗？好，桃园国中，好，给杰一个掌声。好，我们先来抽到第10名，你是第10名。OK， 我们找3位。好，有点心虚哦。好，好。伟文吗？唐伟文吗？唐伟文，请问你在哪里？你加州排行第几？第2。哎，你不用比啊，你比的就是这样子串通。好，老2，好 ，OK， 很好。那陈亮，你怎么写信？好 ，OK， 好，给那个下面一个掌声。OK， 好，我相信我们前12名都是很优秀的，好不好？那我们就来颁发我们的奖项。那我们的前10名，我们有这个神秘的礼物，这是每次神秘礼物就是它出现，这是我们尖鸟字典，好，是一个英汉字典，送给大家能够在英文上面有更进步，然后有更好的成绩。好，那我们请我们来接受礼物，给他一个掌声。来 ，OK， 来，恭喜你们。好，你们可以拿到礼物，可以后台回到座位。好，回到座位。OK， 恭喜你们，恭喜你们，恭喜你。好，我们后面的同学呢，还有这个 ，OK， 是一个很好的光碟。好，那我们彼此一点点认识了，可能知道你的血型有一样的，可能喜欢读同一个学校，还有读同一个学校，可能也很喜欢大自然，那你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呢。透过这个机会，能够大家一起出去走一走。那再来呢，我们要来带大家活动。在示范以前，我们邀请大家我们有带动唱。那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主唱杰恩，掌声欢迎他。大家请立，在开始示范之前，我们要来先来做一点换钱的运动。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唱这首歌，这首歌名字叫《让爱走动》。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是都有爱在我们身上，那我们让我们的爱动起来，传出去给每一个人。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你如果不会唱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拍手。多相信，多危险。
为中指，然后往上拉，可以吗？再次领好，再次活过来，画一个圈，这样可以吗？再继续往下哦，让爱，这是爱，这是爱的手语，比一个拇指，然后用你的右手在上面画圆圈，这是爱，走动就是我们走路。让爱走动，然后让你的爱化成，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我们祈祷，然后蹲一下，对，化成希望的种子。好，然后随风扬起，从左边左上，然后有风飘下来到右下。好，编织美丽的梦，用你的左手画圈圈，然后往旁边有你的梦想。好，再一次，然后让爱走动。然后让你的爱化成拥抱，然后最后编织绳，转一个圈啊！我少教了一句，不好意思。绽放阳光，从左边这是阳光，好不好意思？那我们再教一次副歌，我们一定让爱走动，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然后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然后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然后绽放阳光，编织神所造美丽的梦。那我们来慢慢来跟着音乐，我们来一起来跳一次哦，一起拍手。我相信。
开玩笑，相信大家已经很饿了，已经满头大汗。好，那我们在开始前呢，我们做一个感谢的祷告，感谢就是跟我们上面说，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晚餐。那我们请我们的社区的传道许胜凯许传道，掌声欢迎他。要开饭之前呢，要献上感恩。我们要献上感恩，所以呢，我邀请在座的，不管你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今天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福音的朋友，来参加我们聚会的朋友，我们一起把眼睛闭上，一起把眼睛闭上，然后我们来感谢，我们感谢什么？感谢天父上帝赏赐给我们食物，感谢这家餐厅的厨师为我们煮的饭，感谢为我们服务的这些服务的小姐们。以及呢，感谢迦南教会的所有的同工的预备，所以我们一起把眼睛闭上，我们同心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么一顿丰盛美好的食物。让我们在享用这些食物之前，我们要先感谢天父上帝，你创造这个世界的美好，感谢天父上帝，你创造这些食物能让我们来享用，感谢这家餐厅的厨师为我们煮这么好吃的料理。也感谢这家餐厅的服务人员为我们服务上菜，更要感谢迦南教会的这些同工为我们预备这一个丰盛的晚宴。在享用之前，我们献上我们满心的感恩，也求你让我们在享用的这当中，我们彼此能够聊天、沟通、分享。我们要分享的是上帝那永远不变的爱。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谢谢我们的传道。好，所以开动啦！好，今晚最重头戏就是加崩板凳。好，那这时候呢，就让你们每一桌你们就可以开始享用今天的晚餐。那当然呢，台上也没有闲着，台上呢，我们的迦南的乐团为大家带来演奏。因为我们是很高级的餐厅，就让配上很高级的服务，就是要有音乐来伴奏。那音乐真的是每个人在每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会伤心、难过、开心，会透过音乐来抒发我们的情绪。那我们今天带来4首歌，第一首歌呢是拥抱新的一天，第二首歌是爱天天是你家，第3首歌如入切木溪水，第4首歌叫做奇异恩典。那送给大家这4首歌，然后会连续的演奏在这当中。那也希望让大家有一个很好享用晚餐的一个环境。好。
等一下在我们店里还有活动，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彼此来认识。那我们现在就努力的用餐，专心的吃饭，然后认识彼此的朋友旁边同一桌的各位新朋友，谢谢大家。介绍一下教会里面，那当然不是由我来介绍，是由我们教会的青年牧师陈国志陈牧师，我们掌声欢迎陈牧师。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教会的青年牧师陈国志，在这边代表江南教会来欢迎今天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所有的男生、女生、弟兄姐妹，大家好，大家好。我不是要来参选，但是呢，这个很高兴能够有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共用晚餐。那我们找了很多的地方，那后来找到了这个香园餐厅，那这家的餐厅的经理
也很赞助啊，让我们用比较优惠的价钱，然后提供来这么好的场地，然后有这么好的服务，所以我们先拍手来谢谢香云餐厅，谢谢。那我们说谢谢餐厅，其实餐厅也很谢谢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大家也有生意可以做。那我们其实主要一个人大概缴一点点的费用但是大部分的费用呢都是由教会这边来支付所以我们也拍手来谢谢江南教会。但是呢，教会并不是要大家拍手谢谢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学习要分享很多的分享。这个小到你可以分享吃的东西，可以分享喝的东西，分享好吃的美食；大到你可以分享人生的生命，酸甜苦辣。所以其实我们刚才在每一桌当中呢，我们都有一个桌长，他就来带我们分享，让我们可以彼此来认识。所以来到教会呢，很重要的就是来学习一个分享的生命。所以大家跟我们一起说一次分享，谢谢。那我先简单来介绍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呢，有去过的请举手。哇，好，谢谢，请放下。这个住址很好记，桃园市中华路49号，电话也很好记，3328555。所以中华路几号？49号。对，我们通常在介绍说我们在同联百货旁边3井店的隔壁，还有火车站前面。所以呢，只要去过桃园火车站呢，就通常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这样的教会。那我们教会已经在桃园市已经有46年的时间。那我们这46年来呢，已经在桃园地区也帮带领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家人来信主来认识神。那我想我们介绍在我们教会当中呢，就是我们的大家长。教会大家是这个郑正仁牧师，那他今天呢，现在人在夏威夷，所以他在夏威夷跟大家 say hello， 跟大家说郑牧师好。那郑牧师呢，他其实本来是开公司的老板，49岁，他做了一个电子词典，就其实我们今天有拿到，就他公司出的这个单列的电子词典。那时候是50多年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做了。那他是个生意人，但是呢，因为上帝的感召，他成为牧师。那他现在已经60几岁了，63岁。那他这几个月呢，他就是到美国去进修，然后去找他的儿女都在美国，然后他的亲人在阿根廷，所以他今天不能来。但是我们去到教会的时候呢，看到他的时候，记得跟他打招呼，说郑牧师好。他的全名叫做郑正仁牧师，台语怎么说呢？金价不是金价，这个李静林，那但是你要李某书郑牧师都可以。那当你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会很开心。那你就是认识郑牧师，这个在全教会呢，就吃得开了，所以呢，只要认识郑牧师的话，在家人教会呢就有人造你，所以一定要把他的名字记起来，叫做什么名字？台语怎么说？你是金价啦，李静林，但是他也自我介绍，比较好记金价。好，那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有主任牧师，他其实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所有教会成人的这些会友，然后所有教会的事工。好，那在家人教会呢，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人还要多，而且这个接触范围还要大。好，那在教会不是只有做教会的这个礼拜而已，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聚会，下会有机会来跟大家介绍。再来介绍是我们教会的青年牧师，好，我们的青年牧师陈国志，陈牧师在哪里？高中的时候照片，不是，这是2006年的照片，5年前的照片。北桃花6年，他成为一个青年牧师的条件呢，
定要长得帅，对不对？当然不是，没有。如果是的话，大家都可以去。这个大家都是帅哥美女，没有去做青年牧师。这个青年牧师呢，其实呢就是主要工作呢就是跟青年吃喝玩乐，然后呢跟他们拉嘞，然后呢他们这个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就在Facebook上跟他聊一下，然后呢这个来教会没事做的时候呢，就派工作给他做，这种工作好不好做？好啊，要不要当青年牧师？好，都没有人举手。好，感谢主。对吧？其实当青年牧师呢，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帮助这些年轻人能够在年轻的时候能够来找到神，能够认识神。所以青年牧师呢，就是常常要去挑战年轻人，不认识神来认识神。你不晓得要替神做什么事情，我们来替你介绍。所以在教会呢，青年牧师呢，常常就是要关心大家的学业课业生活到交友。甚至你们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都要带来给青年牧师先鉴定，层次先鉴定，先认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牧师呢，牧师呢都会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而且会告诉你们这个人是不是人啊，对方是不是真心的啊，他会不会会不会出轨啊，会不会叛变啊等等，这些牧师也看不出来。但是呢，最重要的是牧师可以帮助你。可以在这个关系上面，可以来建立在对神的这个关系上面。所以，陈牧师，这个青年牧师今年已经是第7年在这样的教会。那我的师母也有来是现在在这个三脚架旁边抱着一个美美的陈师母。我已经当了6年多的青年牧师可是我们的师母呢，一直很少参加在青年里面因为她有另外的工作之前在负责这个教会的音乐圣乐的事工、诗班圣歌队和唱班所以刚好都是礼拜6的晚上时间没有办法一起出来，不然她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因为她就很年轻，但是呢，她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顾小孩，要照顾3个小孩。所以呢，我们给陈师母鼓励。这个年轻人最好的楷模这个为国增产报国。除了报效这个台湾国之外，还报产这个神国、上帝国。所以我们期待在教会当中基督徒要早点结婚，而且要早点生然后要生几个？这个决定是要生5个，男生是要生7个。好，加油！如果大家都能够生的话，以后我们的福音餐会呢，就靠你们了，好，那这是青年牧师，那青年牧师跟正牧师都是在教会楼上，所以我们是随时到教会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你们可以看到牧师的时候可以跟我们打招呼。好，接下来介绍我们的社区传道，许胜凯传道，现在在当中。我们许传道呢，他是负责我们教会的社区那他2009年来到迦南教会，来协助教会的社区工作。那在我们教会社区呢，刚才讲的教会的这个工作，除了在礼拜天做礼拜之外呢，其实我们很积极的去接触我们的社会我们在这个松年有办了一个松年大学，给阿公阿嬷来念有100多个学生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生命教育协会，我们去到了在桃园县桃园市的这些中小学去教生命教育，已经累积教了大概6、7千个同学上过这个生命教育的课程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这个很多的社区的服务这个医疗的探访到医院里面去观察这些住院生病的人。那我们还有一个是一个社福机构，协助桃园县政府做这些家暴儿少然后有一些触法的少年我们去辅导他们。所以在社区的工作当中有很多，所以呢，来考试一下。我们的社区传道叫做什么名字？这个字如果你要打电脑可以打成
那念的话就念圣，念成念圣都可以啦。那许传道呢，他有儿子跟太太今天传道娘，今天没有来参加，但是呢，你到教会就可以看到他们啦。好，那我们拍手，欢迎再次欢迎许传道，今天带你们介绍。所以呢，这是3个，其实这3个人，我们没有办法让大家记太多，不然我们还有14个长老，还有26个执事，要介绍完的话呢，可能2个今天就打2个，所以没有办法一一来介绍。但是呢，我希望大家有机会，然后慢慢认识至少这3个人。好，主任牧师叫做什么牧师？郑牧师，青年牧师姓什么？陈牧师，社区传道姓什么？许传道。这3个，郑陈许，郑陈许就把它记下来啊，不要就是另外一个人了，就是郑陈许。郑牧师、陈牧师、许传道。好，当你来教会呢，你可以先找他们，他们就会带你认识其他更多的人。好，那最后来介绍一下我们教会，我们的聚会时间，跟那个琳琅满目。那我们的礼拜6的礼拜，礼拜天的礼拜，然后我们周间的聚会，读圣经的聚会，祷告的聚会，有上午的聚会，也有下午的聚会，有适合基督徒，也有适合不是基督徒参加的，所以呢不用一一介绍，但是欢迎你就一定要来参加江南教会。再次复习，住址在桃园市中华路49号，电话332。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陈牧师，谢谢他。哇，所以教会人很多，然后事情很多，但是相信呢，在座有非常多的青年和学生朋友。那我们今天呢，就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学青团契的会长，我们张慕轩张会长，我们给他一个掌声，我们欢迎他。好。OK， 那相信呢，在我们当中有非常多的学生，那我们就请我们的会长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聚会时间、地点，然后还有我们聚会的内容，然后平常我们有很多的学生在一起来做什么。好，我们请我们张牧轩张会长来为我们介绍。好，大家好，我是学青团契会长张牧轩。好，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学青团契我们平常在干嘛。首先呢，因为我们学校是针对学生的一个团契，所以我们学校就是从国中到大学这个范围其实太大，所以我们会依国中、高中、大专、研究所区来分成3个区域，我们3个区域。那所以我们分国中、高中、大专、研究所，就是我们的大专生、研究生跟我们的专科生，我们就在这个区域我们来聚会。那我们的聚会时间呢，是我们每周6的5点到6点的这个时间。那这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在干嘛呢？就是我们首先我们会查读经，然后分享呢，就是分享我们的一些平常我们在学校、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状况，就像有些人在学校平常都会有一些恋爱方面问题，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探讨一下，对不对？对，那我们会有辅导来帮你们做分享、做解决这个办法。那就是如果问题可以之后我们会就是帮你解决，对。那也可以，那学业方面、交友方面，我们是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互相分享。那到最后我们会有个代祷时间，就是把我们这段时间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然后在这段时间我们互相来指向上帝祈求。然后当然就是我们分成3个区域，那3个区域我们各有各的区长，各有各的小组长，是我们的辅导。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国中区的辅导。首先呢，国中区的聚会是每周6的，每周6一样时间，然后在教会的7楼，就在教会7楼，大家记得国中区就是国中生就每个礼拜6来教会7楼。礼拜6的时候5点你就直接到7楼，对，没错，就有人会招待你。对，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辅导。首先是我们的区长。
墨水了。好，接下来活动区第二位小队就是我，大家好。好，要签名，对，要签名只到第6桌，没有。没有人会不会？好，接下来是我们的高中区，然后一样的时间5点到我们教会的5楼，然后要聚会一样找这3位辅导。首先是区长。好，第3位是林荣贤这位，好，自己骗自己，对，自己骗自己啊！看我们的全国的活泼啊！好，现在是我们的大专研究所，不管你是大专生、研究所生还是专科生，都在每周6 5点到家队6楼，然后找我们这2位辅导。来，第1位就是我们区长黄世健，好，然后第2位小组长是我们的佩姐，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学习团体的聚会。我们除了每周有小组聚会以外，我们还有一些特定的活动，主题式的活动，然后我们邀请你们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像我们10月1号会有一个青年联合运动会，是针对大家的，就希望你们新朋友在10月1号的时候也可以一起来参加，一起来参与运动。对，然后10月8号有一个生涯规划的讲座，11月10号有一个户外活动，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去踏青走一走，试一下教会新鲜空气。然后11月27号有打了一节音乐会，12月3号有我们的恋爱讲座，对谈恋爱方面有需要一些窍门的就可以来这个时候，正确的方法认识你的伴侣。没错。10月24号有我们的圣诞晚会，然后到我们年底12月31号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跨年晚会。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好，谢谢我们的傅轩，谢谢他。好，非常精彩。所以你在学习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来到我们教会参与很多的活动。那在未来我们特别列出9月一直到12月，有非常多的精彩活动，邀请你们一起来参加。那当然呢，在当中有一些出社会的青年，所以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丁家硕丁会长来为我们介绍社青团契，掌声欢迎他。好，谢谢大家参与今天晚上的一个宴会，我是丁家硕社青的会长。那在这边在座很多人都是已经进入了社会，脱离学生身份。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社青的这个行列。那这边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聚会时间，因为我们今年度我们有分月份、单周跟双周，还有其他的需求，所以说，请你选择你适合出席的时间来参与我们的活动。而为什么会分这么多的活动没有时间呢？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拖休2日，都可以有固定的休假。所以说，为了我们适应现在工商业社会的一个环境，所以说我们的聚会变得比较多元丰满。没错。所以说，在这边我们的月份的单周是在礼拜6晚上，是在周6礼拜结束后，我们会在403教室进行礼拜到9点半。那月份双周呢，就会在周日的下午1点15分到15点，在601教室。然后我们的查经班是双周的周3晚间，每周的周3晚间，19点30分到21点在401教室。那新的想法呢是月份双周的周6晚间，在403教室17点30分到19点。然后呢，社青要联谊以上这些活动，把这些区块都是叫你年满20岁以上青年男女就可以。为什么说年满20岁以上呢？因为很多大学生即将要毕业了，或者是研究所生即将要毕业了，准备要踏进社会，准备要入社会了，就可以欢迎你们先加入到社青。
让我们社青的这些先辈前辈们，让你们了解一下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你当时到时候你出入社会，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你未来的就业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资讯，供你选择的因素。然后呢，在我们的内容在月份收购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聚会跟主题聚会。那因为我们的主要的重心就放在月份的双周，所以说很多的大型活动，我们是会摆在月份双周的周日的下午进行举办。例如庆生会户外活动等等之类。那当然，我们也跟学sinh一样，会有敬拜、分享、代祷等等的一些聚会。那月份3周，因为是在礼拜结束之后到9点半的时间会比较短，所以说我们会比较着重于敬拜、分享、专题跟代祷，比较属于一个温馨小组的方式来做聚会。那查经班我们是做神师带领，做使用每日研经诗题，让各位能够更了解圣经的内容，更加的去如何去查经，能够更加熟练的使用圣经。那这是我们这个月份8月份的时候，我们去福隆开始入场的时候的照片。那很帅气，我们头发很帅气，是因为我们去骑单车，在东北角的时候去骑单车，对，拍了一张照片。那现在这张照片是副会长，是我们的恩琪，哇，美丽的恩琪，在我们的前面，在前面这边，在副国同志。热爱户外运动的，而且是我们的副会长，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很多的活动也可以跟恩琪哥做一些讨论。好，在这边呢，我们欢迎你们是还没有加入教会这个大家庭的这些青年社会人士，欢迎你们进入家人教会的时候，来我们社区的团契。我们在这个团契呢，我带大家在这边互相的分享，在工作上的专业指导，或者是你结婚之后家庭的生活，如何跟夫妻之间如何相处，小孩子吵闹怎么办，等等之类，我们可以这边做互相的探讨，是非常重要的情况。没错，因为我们这边是专门针对社会在工作的人士，因为现在工商社会双薪家庭很多，所以说我们需要多多的交流，互相的探讨。好，谢谢我们的会长，谢谢他。哇，所以无论在学生或是你已经出社会了，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帮你预备人生每一个阶段你所需要的、你所想要的，然后你就必须要去认识，你就必须要去了解自己，你要做一些什么。好，那再来呢，更精彩的就是。讲完了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聚会啊，我们会出去啊，我们会像饭间晚上餐会啊，但是到底这些青年在这当中，有什么样的成长，我们是很想去了解，很想要去知道。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用我们掌声来欢迎，他是一位学生，我们的子瑜，我们掌声欢迎他。在整个已经来到教会4年了，对，好，那我们就由他来帮我们来介绍一下他在整个教会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遇见，有什么样的学习。好，我们再次来掌声他，掌声欢迎。我认识了神，然后从此以后我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从小先走在一个就是一般人接触的家人，小时候也跟着家人去参加慈济的活动，我曾经被称为小菩萨。然后就是小时候也都没有常过节，所以我都过佛业。就是不像现在，就是各位有机会坐在台下，可以就是可以认识耶稣，有机会可以分享。所以不知道圣诞节是什么。
来就是很纯正，现在都是40。然后我也不是因为遭遇到人生重大打击才来教会，就是我没有经过家庭破碎啊，或是破产啊、失恋等等，我是在一个很平顺的状况下就认识了神，所以就是我真的很幸运。在我国2的时候，有一天放学，然后就是回家的路上，在校门口遇到那种发圣经的，然后我就很顺手就拿了一本回家。当时其实就是没有什么想法，就只是像拿传单一样，就是拿了一本。然后回家之后呢，我就把它就是翻了一翻，然后就看到封页里面有写学自信耶稣的那些文字，有签名的地方跟就是写日期的地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脑海里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想法，很坚定、很清楚的声音，就是告诉我自己说我要信耶稣。但是这是没有原因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声音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但是这是很简单、很单纯、很确信的一个意念。然后因为这样子单纯的想法，我就决定要信耶稣了。那时候我才14岁，然后我就回家告诉我的爸爸妈妈说，就是我想要信耶稣。那时候爸爸妈妈觉得说啊，一个小孩啊，就是讲话3分钟热度啊，他一定觉得说我什么都不懂，就说好要去你就去，所以我就去了教会。但是当他们发现就是我很认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反对我去教会，然后也常常跟家人发生争执。但是在这当中，我还是不停的寻求。我知道班上有一位，那时候我国中，知道班上有一位基督徒同学，然后呢，我就问他说啊，你都在哪里聚会啊？他就告诉我说，这中华路49号。才发现哦，原来教会离我们家里很近，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就去了教会。然后就是我也开始上网找一些跟信仰有关的问题。我以前曾经在就是网络上，我曾经打过说基督教是什么，就是谁是耶稣，类似这样子的问题。这种问题听起来好像有一点蠢，但真的我以前都对这种问题我完全就是一窍不通，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有时候就是在前2年，常会因为家里的信仰跟我的信仰就是不相同的关系，会发生争执。然后所以前2年我都没有办法去教会。我常常经过教会门口，都只能很羡慕的往里面看，但我却不能走进去。但是当我升上高2之后，就是中间隔了2年，我这2年当中，我去教会的次数大概只有3-4次。但是又过了2年之后，我的高中同学，我在高2的时候，有一个同学邀请我去东海大学参加一个营会，就是台北南方办了一个4天3夜。然后在营会当中，我就深深感受到神的同在。我那时候马上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无论我遇到多少困难，无论家人有多反对，我一定要回到教会。我很清楚知道，我不能再害怕下去。如果我再害怕跟家人发生冲突，而避免去谈这样子的问题的话，我真的会非常的后悔。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说，一定要回教会。然后呢，就是我一直抱持着这样子的信念，说我一定要回教会。所以在这2年当中，我每个礼拜都稳定的参加教会的礼拜，就是都有很稳定的出席率。然后在上礼拜，我也很幸运的得到家人的认同，在上礼拜终于受洗成为神的儿女。然后这里我要提一些我就是生命中就是成长的改变。在我国2的时候，我非常的叛逆，那时候交到了坏朋友，我曾经抽烟、喝酒、翘课等等。但是上帝真的非常的爱我，很眷顾我。在我接触到教会之后，我就慢慢的远离那些环境，也开始将心思放在信仰里。很神奇的是，我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就转学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转学了。然后一切就慢慢的步上正确的轨道。但其实也不是说进入到教会之后就一帆风顺，什么问题也不会遇到。其实不是这样子，而是我在信仰当中看见自己的错误，发现自己的不足，渴望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渴望可以活得像教会里面每一个人一样平安喜乐，永远都带着笑容。靠着耶稣，我不停地改变自己过去不好的习惯。我的家人也看见了我的不同，开始接受我的信仰。在2年前，我在东海大学参加营会，我相信那不会是个偶然。然后2年后，我又进入了东海大学，成为那里的学生。我回到了那个翻转我生命的地方，走在校园里面的每一刻，我都很清楚地感受到神一路的带领。我都非常这种感受很难去形容，但是一种就是很难去形容的一个感受，是很清晰的感受，感觉我就走在神为我预备的道路上面。我清楚知道2年前营会不是偶然，2年后我又进入也不是偶然。我相信大家坐在这里也不会是偶然，相信神会亲自拣选你们，就是相信神会就是进入到你们生命当中，也带给你们生命一些改变。
在未来，我也会持续为着因为爱我们的神奔跑，持续向身边的人分享我在这当中得到的感动。一切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只是想要将从神而来满满的爱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到此结束。哇，谢谢蔡子瑜。其实让大家知道，子瑜讲同样的故事，我听过至少就有3次以上。再给一个掌声好不好？可是每次听都非常感动，因为他有一个坚持，他有一个心，他想要跟大家来分享。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非常特别，我们常会去求神拜佛，可能会去寻找，说哇，我需要财富的时候，可能就去找财富。可是呢，在我们这个信仰很特别，子瑜刚刚说，2年前他到了一个营会，到2年后继续来到了教会，这都不是个偶然，那代表是神来找我们一个人。那再来呢，我们要透过一个戏剧来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这位造我们爱我们的神，他是怎样来保护我们，然后怎样来帮助我们，然后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到一个建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好不好？那我们用一个掌声来欢迎这出戏剧《Everything》。如果后面的朋友如果也看不到，你可以站起来看没关系，就不要挡到你旁边的朋友就可以了。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会有很多的遭遇，可能有些有很好的，有些不好的。那相信呢，在整个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命定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可能会有一些学习。那我们再掌声来欢迎这出戏剧。Trusting
这就是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在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完美的人，在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个不会犯错的人，在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个不会接受到试探和引诱的人。为什么要来到教会？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这个目的就是来到教会，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拯救与改变。请你跟我说一次：拯救与改变。很多人很怕来到教会，因为他觉得来到教会太圣洁，好像在教会的基督徒看起来是那么样的高不可攀，好像来到教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holy， 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但是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罪人聚在一起的地方。跟你旁边人说，教会就是罪人聚在一起的地方。今天很多人认为说来到教会就必须要表现出一副非常完美无瑕，表现的好像刚才我们所看到，哇，这个男的帅，女的漂亮，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本质。来到教会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有罪，来到教会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不完美的人，我们是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还要寻求的事情就是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出发。我要用一个圣经马可福音来跟大家来看耶稣所记载的一个故事。在马可福音里面第1章就提到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不晓得你知道什么是大麻风？在现在大概没有这样的疾病，但是几十年前台湾仍然有麻风病院。麻风病在当时是无药可医，而这个长了大麻风的人，他必须要与人隔绝分开。为什么？因为这个大麻风会传染，而且呢，最惨的是这个大麻风他没有痛觉，他不知道痛，所以他身上的肉就一直烂掉，到最后你是扑一下，他的肉就掉一块下来。所以大麻风是非常可怜，而且他不能更加接近，人家身上都给他挂着铃铛。为什么要挂铃铛呢？因为当你走过来之后，铃叮，人家就知道这是大麻风，不可以靠近。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他就来找耶稣，向他跪拜说：“主耶稣啊，你若愿意，你若肯，就能够叫我洁净，就能够把我医好。”而圣经说，耶稣他就动了慈心，他说：“我肯，我愿意，你洁净了吧。”耶稣就吩咐那个人，对他说：“你就洁净吧。”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当这个大麻风离开耶稣的时候，那个大麻风他身上就再也没有大麻风，因为长大麻风他身上就像血一样，会有血一样的斑点在身上。但是呢，他看他自己好了，耶稣却告诉他说：“不要告诉别人，只要去给祭司来查看，让祭司来查看你的身体，知道你是一个洁净的人，把你身上的这些铃铛除去，把你身上这些记号除去，袍子除去，把这些外在这些疾病的记号通通拿走，让人家看见你是一个健康的人，新造的人。”或那个病人出去了，他让许多人看见。人家问你怎么好了，他就说：“因为在旷野有一个叫耶稣的，他医好了我。”那时候就很多人来找耶稣。这是记载在圣经马可福音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有几个问题：牧师，你讲这个故事是不是针对犹太人讲的？耶稣他是犹太人。请帮我按。耶稣他是犹太人，所以耶稣他是拯救犹太人，没有错。耶稣他是犹太人，他也来到世上，他曾经说，他就是为了犹太人来到这个世界寻找他们。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他今天已经不只拯救了犹太人，他也拯救了后来的希腊人，拯救了不同族群、不同国家，拯救了非洲人。
欧洲人、美洲人、亚洲人，到了台湾也拯救了台湾人。这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做见证，他们因为耶稣得到了拯救。但是你会在问说，那耶稣他知道我的困难是什么吗？耶稣他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吗？在刚刚我们所看的戏剧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本来跟神是有一个很好的，神给他一个很好的生命，让他来认识这个世界。但是后来有各样的罪恶、各样的引诱，让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甚至他们这些的引诱、罪恶，阻挡了他们跟神之间的距离，让人没有办法来认识神，没有办法来亲近神。但是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还会有人问说，神他知道问题，那他能够解决吗？他可能只知道问题，但是他大概没有办法解决吧。其实耶稣他就是无所不能的神。圣经说，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请跟我说一次。在耶稣没有难成的事情，在神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任何的问题都难不倒他，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是我们可以相信、可以依靠、可以寻找的。昨天我认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他说，他沉迷于电玩18年，算一算，他也不过才20岁，才20岁而已。沉迷电玩18年，表示他几岁开始在接触电玩？2岁半。他说2岁半就开始在接触电玩，怎么做到的呢？他说他是2岁半，他不会打，所以呢，他就叫他的爸爸打给他看，然后他爸爸呢就在电视这个电玩前面打电玩给他看，然后呢，他就开始3岁4岁他就开始自己会玩，然后呢，他玩电玩还不够，他后来还去了那个游乐场。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网络游戏，16年前，所以他后来去了游乐场。他妈妈只要给他50块钱，他可以在游乐场的电动间里面打一整个下午，然后可以甚至连饭也不用吃。到后来有了线上游戏，他为了玩这个魔兽世界，有多少人玩过魔兽世界？他为了玩魔兽世界，哇，打通宵，打到凌晨5点，所以他一天呢12个钟头都在玩电玩，大概呢5个钟头睡觉，扣掉去上学的8个钟头，他大概回到家马上就开机，马上就上线，马上就玩到天亮，然后呢睡一下又去学校。他说他没有办法，因为他一离开电脑，他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一直到后来，他到了教会，他认识了耶稣。在教会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好像我们今天一桌，就是在教会里面一组，所有人为他祷告，帮助他，让他找到了力量。所以他说，他今天虽然他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戒掉，他没有办法戒掉，可是呢，他已经一天减少了15个钟头，只剩下3个钟头。他说他仍然在努力当中，他爸爸带他去看医生都没有用，带他去看医院找医生都没有办法。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孩子来到了教会，他的这个捆绑，很快的短短几个月当中就得到了解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自己这样说：有一天他在玩魔兽世界的时候，突然头脑里面就跑进一句话，说这好无聊。结果呢，霎时之间，他就觉得，对啊，这个游戏真的好无聊。然后他就突然变得不太想玩。我相信这是神所带给他的改变。还有，昨天我也认识了另外一个爸爸，这个爸爸他是一个常常发怒的爸爸，跟他的太太常常吵架。为什么他发怒呢？因为这个爸爸说，他小时候常常就被他的爸爸妈妈叫来房间罚跪，他就搞不懂为什么叫他罚跪，而且一跪呢就跪1个钟头，跪2个钟头。
哇，他不懂，而且呢，他爸爸叫他们2个孩子来罚跪的时候，爸爸就进到房间里面，好，然后呢1、2个钟头之后才出来，也没有什么声音，所以呢有一次他就很好奇，他就偷偷的打开那个帘子，看一下他爸爸在房间里面做什么。他说他看到他这一辈子最震撼的画面，就是他的爸爸跪在他也一样跪在他妈妈的面前，当他妈妈说好，他才出来叫他们2个孩子出去。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他发誓，他绝对不要像他爸爸这样子。可是是当他自己当上了爸爸之后，他喝酒，他抽烟，他暴怒。虽然他工作赚钱，拿钱回来家里，可是呢，在家里面却常常吵架。他只有一个女儿，所以他每次吵架的时候呢，女儿呢就哭，但就闹。到后来有一次很严重，他女儿长大之后，他跟他太太在吵架的时候，他吵得非常凶，女儿就冲进来，对他们2个夫妻骂了一句3字经。哇，这个爸爸愣住了，然后呢，这妈妈一听更生气，冲出去就揍他的女儿，赏他好几个巴掌，打到地上。然后呢，这个爸爸就赶快冲去，不要打他，你要打应该是打我们2个。哇，爸爸非常的痛苦，他觉得这个家庭已经完全没有救了，这个家庭已经完全没有路可以走下去，没有人能够帮他们。曾经他太太冲去厨房拿一只菜刀出来，架在他老公的脖子上，我要给你死。然后呢，她老公说你不要这样。结果他太太马上就把刀子架在自己脖子上，你不死我死。结果他老公一听到之后，好要死，冲去厨房，也拿了一把菜刀，要死一起死。可是这先生说他不敢，不然他太太真的滑下去了，血流了出来，赶快送去医院。他说这个家庭绝望，没有人能够拯救。但是有一天，有人邀请他来到教会。当他来到教会之后，他找到了神，他听到了圣经当中神所要对他说的话，他是有盼望的，他是有机会的，因为他在圣经里面看到一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句话给他燃起了希望。他说：我就是需要这样，我就是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我需要一个新的动力。所以他举了手，他决定他要相信耶稣。虽然在他相信耶稣的过程当中，他也常常骑摩托车来教会做礼拜的时候，在摩托车上跟他太太吵架，吵一吵之后，甚至在路上2个就摔安全帽，哇，就在路上大吵起来。可是来到教会之后呢，他们就不敢吵，因为在教会大家都很和睦，很 peace。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忍住他的怒气，然后假装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可是一阵子之后，他觉得他很痛苦，他觉得他以前他爱发脾气，他还可以发脾气，现在到了教会他不能发脾气，他不敢讲出来，所以他反而是双重的痛苦，因为他脾气还在，可是呢却不能讲。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信了主，有了耶稣，可是呢心书下了不栽，来到教会里面不敢讲出来，来到教会里面假装一副哇这个礼拜很好，这个礼拜都没有事情，上帝很爱我，感恩感谢主。No， 来到教会不是要我们假装什么都没有，来到教会让我们是要能够真诚分享，把你心中把你面临的困难，甚至把你觉得犯过的这些错事，犯过的错，
分享、祷告交给神。后来这个弟兄，他学习把他的情况说出来，把他的这些需要说出来，他开始一个一个讲啊，原来他的过去是这样，他跟他夫妻之间的关系是这样，跟他女儿的关系是这样，他女儿恨他，他老婆讨厌他。当他讲出来，他们就一起祷告，一起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很重要的，大家就男生给男生一个拥抱，女生就给女生一个拥抱。没有想到，这是成为他后来转化的力量。他就开始渐渐改变。他的太太发现，我的老公不一样了。因为有一次，他老公就回来跟他的太太说：“老婆，对不起，我要跟你承认，有时候你不在家，女儿不在家，我都会打开电视里面好的这些3集这些的 A 片，我会看 A 片，我会一个人看 A 片。”跟他太太承认说对不起。他老婆一听之后，你给我睡外面，他就睡在外面睡了3天，他老婆都不让他进房间。可是呢，他默默的接受，他继续祷告，跟他的太太寻求和睦。他太太发现他的老公不一样，说我要跟你来教会看看。就他太太来到教会之后，才发现他太太有一个毛病，叫做成人小孩。什么叫做成人小孩呢？就是大人大进，人是就已经当了爸爸妈妈，可是呢，个性跟孩子一样，动不动就发脾气，一点点不高兴，好，他就这样就使，就三性的，好，就像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孩子一样，常常会哭闹，已经当了爸爸妈妈，个性不改，这叫做成人小孩。你不要想别人，我们有可能，如果你自己没有去发现，你会这样。然后太太也发现自己还有一个毛病，叫做依赖共生。什么叫做依赖共生？就是他会去控制别人。譬如说，他是我儿子，好，他是我儿子，好，你今天考试没有给我考好，好，我就不让你饭吃。可是呢，如果我儿子不听我的话呢，我就会想活不下去。就是我把我所有的心思意念通通放在我儿子上面，然后呢就要控制他，一定要达到我想要达到那样子。依赖共生，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意思就是为别人而活。当那个太太来到教会之后，开始知道她有这样的毛病，她有这样的情形，她开始向神祷告，也在小组里面分享，每次分享完之后，就拥抱，就祷告，甚至都哭泣，流眼泪。后来这一家人改变，女儿改变，现在他们全家人每天都拥抱，都在教会去帮助更多人，因为他们发现神是这样爱他。圣经罗马书第8章这样说。然而，帮我放一下。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当你生命当中有了这一位主，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得胜有余。请跟我说一次。得胜有余。因为什么你的生命会得胜呢？因为他讲到下面这种情况，无论是生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这一些事情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论你活着，不论你死了，神都爱你。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你不要认为神爱你，只有你活着，死了之后，神就不爱你。没有。在很多的民间信仰当中，对死亡非常的惧怕。人死之后是一件大事情，死了之后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的法会要办，很多的仪式要办。如果一个仪式没有办好，这个人死了之后就变成孤魂野鬼，
他在阴间就没有饭吃，那他到底活着所拜的神在做什么？为什么他的神死了之后却没有爱他、保护他，让他在阴间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受造之物都能够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而这个爱是什么呢？就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十字架上的爱。我们刚才所看到这个戏剧当中，穿丝袍的他就是扮演神，神爱世上的人，他把最好的给他，把生命给他，把气息给他，但是人渐渐的离开神，甚至完全不认识。但是神一直都没有忘记他，一直在呼唤。但是这些罪、这些魔鬼、这些黑暗的权势，仍然好在抵挡。到最后，你有没有看到后来那个神怎么去帮助那个人？他就跳出来，然后呢，双手一摊，然后呢，把这些罪通通都把它挡到后面去，为的是要保护前面这个人。他用他自己的用他自己的身躯来抵挡这一些的黑暗权势的攻击，不再暴怒，不再犯罪，不再看 A 片，不再说谎，不再嫉妒，不再偷窃，不再跟人家吵架，不再做这些暧昧的事情，因为神他双手一摊。今天晚上，神也要向你摊开他的双手。今天晚上，神他也要对你说：“我爱你，我造了你，我要一辈子永远的看顾你，不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人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没有任何的事能够隔绝神对你的爱，没有任何的事能够隔绝神对你的爱。”这是我们有一首诗歌要来送给大家，盼望在这首诗歌的歌词当中，我们可以一边听一边看，神要给你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最好的礼物，最珍贵的礼物，是用金钱没有办法买到的礼物。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当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这个餐厅，我们除了吃饭、聊天，除了在这边认识其他的朋友，最重要的，我们希望你能够得到这份礼物，就是能够有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与耶稣成为你人生的盼望。
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自主耶稣，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怎么样能够得到耶稣这份宝贵的礼物呢？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着，就必得救。认识耶稣，不用去庙里面去许个愿，去庙里面去求神，去问佛，然后去把他耶稣请回来带到家中。认识耶稣，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仪式，点什么水，沾什么油，抹什么土，抹什么粉，然后呢，再把这个神像带回家。但是耶稣是用我们最宝贵的心来接受，来邀请。所以当你要寻求这位救主耶稣，最重要的就是用你的心，用你的心，打开你的心，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他就与你同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有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继续做的，就是要继续来跟随他，继续要跟其他的这些相信耶稣的人生活在一起。我看过很多的人，他接受了耶稣，相信了耶稣，可是呢，他来一次，来2次，他就不见了。后来我们再看到他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并没有变得更好，甚至比以前更糟糕。为什么会这样？当你刚刚接受耶稣的时候，你会很喜乐；你刚刚接受耶稣的时候，你会很平安。可是当你长久持续不再跟这些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圣经说，就好像柴火一根木材从火堆里面抽出来，它就熄掉了。那个本来要在你生命里面要点燃的那个火，就会花熄灭。所以你认识耶稣，你需要持续。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介绍这么多的聚会，教会有这么多哇？如果你要去看，为什么教会有这么多的活动，这么多的聚会？因为我们不希望有一个人他的火灭掉，我们不希望有一个人他接受了耶稣，但是他心中却冷掉了。我们希望你在教会里面持续加温。刚开始你可能1个礼拜来1次，到后来你会发现，我1个礼拜来1次还不够，可能要更多。那是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所带来的。所以好不好？牧师要来带大家做一个祷告。祷告就是向神说话，祷告
就是向天上的父来祈求。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不需要看别人；祷告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去在意别人，因为神，这是我们自己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会看到很多人的生命很勇敢，是因为他有了耶稣在他里面。好像我刚刚讲的那位爸爸，他非常勇敢，站在好几百人的面前，把他的过去的事情，把他丑陋的事情，把他以前不敢见人的事情，通通都说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爱耶稣，因为他知道是耶稣救了他，救了他的太太，救了他的女儿，救了他的家庭。所以他今天站在这边，他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把握今天晚上在这边美好的时间，好不好？我们将我们的眼睛闭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我们的眼睛闭起来，牧师也把眼睛闭起来。让我们来想一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没有办法突破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面临了什么样的丑陋、难堪、羞愧、不敢见人的事情？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家中，在你内心的深处，是不是有一些你认为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你过去曾经期待能够解决改变，但是试了又试，试了又试，情况还是一样。如果有，今天晚上是一个对你来讲最难得的机会。有一位神，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要来帮助你，他乐意来帮助你，他也愿意要来帮助你。离开这一些羞愧、羞耻、羞辱，离开这一些在生命当中让你生命败坏、让你的生命暗淡、让你的生命失控的事情，有可能是烟瘾，有可能是酒瘾，有可能是网络，有可能是电脑，有可能是色瘾，有可能是各样的谎言、欺骗、愤怒、嫉妒、孤单、忧伤，在你的里面。今天晚上，没有一个问题是耶稣不能解决的，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我们仍然将我们的眼睛闭着。你愿意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解决你人生当中难题的？你愿意让这位耶稣进入你的人生，克服你的人生一切的困难，甚至是学业上的、工作上的、金钱上的、人际关系上的种种的难题？你愿意让耶稣来排解你各样困难的人？我要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把我们的眼睛闭起来。你不要去看别人，也不需要去看旁边人。愿意的人就轻轻把你的手举起来，然后放下来就可以。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的帮助者、拯救者？或许你已经觉得你的人生走得好累好累，你已经觉得你的人生好孤单、好沉重，却你的人生失去了色彩。有可能你是一位基督徒，但是你就像是刚才牧师所说的那样情形，来到教会不敢讲出你的需要，来到教会不敢说出你的困难。今天耶稣也要帮助你，耶稣也要改变你。如果你是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然后放下来。牧师跟你们一样都闭着眼睛，好不好？我要来为你祷告，我要来为你祷告。当我祷告一句的时候，请你就跟着我祷告一句。我要为刚刚这些举手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来祷告。你可以把手按在你的心上，然后跟我这样一起来说：
亲爱的天父，我要打开我的心，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帮助者。我要向耶稣承认我的软弱，承认我的失败，承认我的羞愧。有时候我犯了罪，有时候我被罪恶所辖制，被罪恶捆绑，甚至没有办法脱离。我曾经想要脱离，却失败了。让我一直活在失败当中。现在我要打开我的心，请求耶稣进入我的内心，进入我的生命，来帮助我，来改变我，赐给我力量，赐给我勇气。我要勇敢的面对，勇敢的承认，我不要再被罪恶所胜，我要胜过罪恶。请求你与我同在，让我有新的开始。从今天起，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要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的生命要绽放光芒，我的生命要不再一样。我要用我的生命来荣耀你。请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吗？如果你刚刚有这样子祷告的人，可以挥挥你的手吗？好，感谢主。我们给这些弟兄姐妹给他们拍拍手好吗？因为他们上祷告的时候，耶稣就按照圣经所说的，要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他听见你的祷告，他不仅是听见，他还看见，他知道你生命里面的需要，知道你生命里面的软弱。现在牧师也要再请刚刚这些祷告人，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请你站起来，然后走到台前来。好，我们请那个同工到旁边。不要不好意思，对，好，我们给这些站起来的给他鼓掌好不好？刚刚有跟我一起祷告的朋友们，请你站起来，然后来到台前。我们等一下会把礼物给你，不要急，不要急。好，让我们再用热烈来拍久一点。生命来，请大家面向我，面向我，来到前面，来。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我们一起来唱，礼物虽然好，礼物虽然好，如果我们可以在前面点，后面的人可以靠近点。如果你不珍惜，怎么能得到？还有人没关系，现在可以走过来。如果你现在觉得你需要的人，欢迎你来到前面，我们随时都欢迎，耶稣随时都欢迎。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时间，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
到，这不能得到。好，我要特别对这些在台前的弟兄姐妹，我要先鼓励你们，你们真的很棒，你们真的很棒，因为你们做了一个最棒的选择。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邀请耶稣进入你生命中的人，你要记住今天是9月17号，你要记住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然后你来每天每个礼拜都来到耶稣的面前，你是一个跟耶稣很有缘分的人。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去找神，但是在基督教很不一样，是神来找你。包括你已经被邀请来到这个地方，你被安排在这个座位上，你的名字贴在你的胸前，贴在你的身上。在你还没有走进来之前，就已经很多的人在为你祷告。在你还不知道这个聚会要发生之前，好几个礼拜、几个月前，就已经有人在为你祷告。所以耶稣他是很用心在预备，在为你预备这个时刻、这个时候。而当你来到台前，我希望牧师希望你真的是带着你的心，不是你人来，你的心也在现在这个地方，你的生命会起很大的改变。最重要的，来那个主题帮我放一下。H 更新你的头脑，有4件事情你要知道。第一件事情，你要改变你的思想，更新你的头脑。跟我说一次，更新我的头脑。就是记住这句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可能觉得很多困难，其实没有人能够解决，没有人能够改变，但是你现在要更新你的头脑，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错。如果是人来做，没有办法改变，但是神来做，就另当别论，就不一样。第二件事情，输入正确的思想。请说一次。什么是正确的思想？就是这一本。但是怎么输入呢？你要打开来看，你要来读。你读不懂，要来请教，要来学习。因为这一本是流传了几千年，很多人都说它里面说的是假的，很多人都说这本书是编出来的。问题是没有人能够推翻它、驳倒它，因为整本圣经一字不变，到今天没有改变。里面说的事情、说的人、说的故事、说的地名，今天你都还找得到，连那个最老的挪亚方舟也被找到了，所以这本书是真的，正确的思想，因为这是天上所赐给我们，比你现在准备的课本、考试都还重要。我是说真的，因为你考试这些东西考完了就忘记了，可是这个圣经是要跟你一辈子。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里面的话会跟着你一起走，意思就是你死了，圣经的话跟着你一起走，会把你带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第三，设定保护程式。什么意思呢？接受耶稣的人，刚刚接受耶稣的人，好像一群这个新生儿，是最刚生出来的新生儿，是最柔韧的时候，好像小 baby。我家的老三现在3个月，所以他这个呢头很软，你要抱他的时候呢，要很小心，因为抱好他头自己会折断，真的，你把他举起来，他头自己会折断。好，如果你让他趴着睡，你没有注意看，他自己鼻子会塞住，因为他头没办法动。对你，耶稣在基督徒里面，你们就像是一个小 baby 一样。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所以你真的要设立的保护程式。最好的保护程式在哪里？就是在教会，参加团契，参加小组，参加聚会，因为它让你不会被外面的野狼吃掉，被外面的老鹰吞走。不会让你在外面被野狗就叼去了，所以当你一直来到教会，你就一直受到保护。最后开始仰望耶稣，请跟我说一次。
稣到底在哪里呢？你要开始去看他，开始去找他。怎么去仰望呢？就是不要再看你自己。可能你有很多失败的例子，不要害怕，你可以说出来。我们是可以为你祷告的。如果你不敢说，写出来，我们可以为你祷告。中世纪他们都藏在一个箱子里面，有没有？叫做告解室，然后神父就坐在箱子的另外一边，他不敢讲。但是今天我们不需要这么麻烦。今天有个可以相信的小组，在小组里面，我们就是学习信任。我说出来是安全的，我会说出来就变成现在全校的人都知道。我会说出来，然后明天就上报了，不会，因为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是一个信仰建立的地方。所以最后我要带你们做这个祷告。我们一起看着上面的这个荧幕，然后跟我一起来这样祷告。好，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找到我这个一无所有、人生经常遭遇失败的人，让我再一次被你的恩典与慈爱所充满。今后我只仰望你的美善，享受你赐给我的真喜乐。我不依靠自己，而是依靠你的能力来得胜的人生。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想不想过一个得胜的人生？想不想继续被捆绑？想不想继续被诱惑？想不想继续被拉走、被拉扯，甚至被扯得四分五裂？不想，你就要仰望耶稣。有一天，你真的是把这一些罪恶踩在脚下，把这些失败踩在脚下，你会成功的站立起来。这是耶稣要给你最棒的礼物，就是你有新的人生、新的开始。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单子，那这单子呢，就是我们还会有一个课程，叫做新生命课程。这个课程呢很简单，只有4次。好，4次呢，1个礼拜1次，我会告诉你更多关于耶稣的事情，会告诉你更多关于怎么样去改变你人生的事情。甚至你有很多的问题，我不懂，好，或是很多教育师也不懂，在这个课程当中随时可以发问。每个礼拜6的下午5点到6点。欢迎你来免费参加。当你上完这4个课程，你只会说我知道，我懂了，我知道，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去改变你的人生，去找到正确的方向，好吗？好。愿上帝祝福各位，神要给你最棒的礼物。我们给这些在台前弟兄姐妹，给他们最大的掌声，好不好？我们拍手来祝福他们。我们请我们的招待同工，把这个礼物送给他们，然后给他们一个拥抱，男生给男生一个拥抱，女生给姐妹一个拥抱。当你拿到礼物的人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回到你的座位上。当你拿到礼物的人，你就可以慢慢的回到你的座位上。如果你不珍惜。抱紧一点，因为在耶稣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每一个人都要被抱到，招待同工，每一个人都要确定有被抱到。如果你不珍惜，怎么得到？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
面已经有摆好水果和甜点。我们还会有几分钟的时间，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的桌长会给你一张单子，这张单子呢是一张问卷，上面的问卷呢就是要请你给我们一些建议，给我们一些指教。参加今天晚上的聚会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或是你有什么感想，你有什么心得，你有什么感动，任何的事你都可以写下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新生日的课程。如果你从来没有上过的，从来没有参加过的，从来没有听过的，这个时间都印在上面。欢迎你写下来，把联络的电话留下来，我们会联络你来参加。那时间是每个礼拜六的下午，每个礼拜六的下午。好，请桌长来协助。那么等一下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开合照，所以请大家不急着走。虽然现在9点10分，9点15分。但是呢，我们请大家能够简短的交谈，然后聊这个谈话之后呢，我们一起拍个合照，然后我们就会在这边一起来照相。好，请桌长协助一下。然后如果你在桌长不在的，请举个手我们请我们过去帮忙。这个时间你们来做伙来，所以做伙来，你看有到送给大家这一首歌。今天
可以来到台上，你的东西可以先放在原位没关系，我们可以移动到台上，来准备我们的大合照。好，我们在台上，直接上台，直接上台，来上一下。快，好位置要先来先抢。好，如果你写好的可以来到台上，将你的单词可以交给桌长，将你的单词交给桌长。那我现在可以来到台上，来，现在往台上来移动。来，一排15个人，快，先排出一排15个人。来，我们现在可以邀请大家来到台前，帮我来照相。这一题帮你那一群人带过来，快来！现在全部人来到台前，将你的单子交给桌长就可以了。来，丽珠这一桌可以把它带过来。来，过来，我们照一张相，我们一起合照。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记录。给自己一个掌声！来 ，OK， 我们还在台下的各位，我们现在往台上来移动，好不好？快点哦！来，5、4、3、2、1，来，快点！妍秀，你要一起来照相。来，我们一起来照相，最后一张大合照。相信今天是一个美好的记录，还要送给大家，在你们今天过后，都是成为一个新的一天。来，晨曦那边，你那边往前一点。晨曦是最后一个吗？还是？来，我们安静一下，让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摄影大哥，我们的摄影帅哥。哇，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日子。OK。然后好 ，OK， 这样也可以。可是你们身上会有点那个影子。好，关掉。来，看。好，来5、4、3，还有微笑哦。来，我们一起数5、4、3、2、1。他还没站好嘞。没有，这边的朋友，你可能要进来一点。前面还可以。前面到这都还可以。来，这边还可以再进来。来，那个妈妈，来，快点，阿姨快来，带妈妈干嘛？快！对，年轻人，快点，不要害羞，在场非常的年轻，最多只有18岁，对不对？你看多美的笑容，耶！好了，5、6、7。
来这边，这个力度这边再往这边走一点，往后面这边上就好了。只要有人想到你就好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的。好不好？还有那个往后加强就往后面。往后。好了。这叫全景模式，全景模式就是360度都可以环到的，懂吗？所以你不要害羞，你就可能跑这个地方，然后比个这样耶，他就马上把你照下来，好不好？全景模式，现在打给麦 K， 好。来，坐起子开始哦，研究在哪里？你们要维持那个动作，要维持一下，那我做好，好不好？好，预备，开始。3、2、1，好，再一次哦。你们都太多火了，不要比我们吗？好，再次哦。再次，预备开始，不能动哦。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记得将你的回条可以交到你的小组长那边。那但愿在下周、未来1年、2年、3年、10年、20年、30年中能够见到你。愿神祝福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太近了。然后你呼到我已经找到了，现在你去前面，他说我去找不到，一直对，他一直在那边，然后我送他的礼物，他说这个送你，他送给他其他东西，他说我的女儿有去认识了，这才2个小时，我也在那边很好笑，一直在那边乐乐，当时你等我，坐在那边等我。你会把这个窗帘把它升上去，会不会用？喂，好，我知道现场很多人守着，但是请国高中生注意你们回家的时间。我知道快乐
球的人可以开始收拾东西，好吗？因为我们要再2次。好，请各位国宅高中生注意你们的回家的时间，谢谢你们的到来，回家请小心。侧路。拍照请在10分钟内结束哈。然后我们要收场地的，就是要记得要收。什么事？好，就这样。诚意。笑。嘿嘿嘿。这么凶，看品贤多温和。搞什么？我跟他学对比。哦，好恐怖，好可爱。坐公车的人，你们可以跟佩姐一起去搭公车。现在预备要去坐公车喽，不然太晚会没有公车哦。我们演。要再2趟啊？要再2趟？我怎么知道？又不是我开。金饭团，收东西的注意一下，收到这个。耶，给个镜头。来，给那个帅哥镜头看看。耶，下一个，辛苦了，辛苦了。好，OK，好。欢迎，拜拜。这样。哦，在胸部。Hello， 该回家喽，各位。搭公车的朋友们。新朋友，欢迎下次再来。每个礼拜都要来。什么东西？这个送你。哦，不用了，谢谢。这个送你。你也太。哪里还有麦克风？赖伟腾。哦。终于结束了。终于哈。好累哦。累哈。人家你要喝酒。我这把没有喝酒，我是原住民。你喝什么？小米酒。红酒。你会做吗？喝红酒。你会做吗？还在录吗？还在录。瑜伽。嘿嘿。再不回家就录起来。真。哦，好做。他们已经把他们。哦，好帅。哦，算了。李孝军。哦，又在自拍了。哦，也有在自拍了。下期。50。大家好。谢谢。又遇到你了。Hello。